來繼續來看台北股市的交易是真燒腦，但是7月份是落3006點，今仔日的早盤嘛出現着激烈的波動。針對現有交易的制度，是不是要對着世界的潮流？民進黨的立委王世堅講，台灣長期處置甲分盤交易的制度無春秋，應該來參考着其他的國家採用盤中熔斷的機制。台股袂輸咧坐飛天車，投資人的心是默默收。台股7月落3006點，成做史上上慘的7月。台股8月頭一個交易日，加權指數開盤開佇咧42780點，落339點。不過後來有起，上懸到43784點，最後是收佇咧43386點，起266點。台股的投資是強強滾，有立委提出，即賣制度敢有需要對世界潮流？立委王世堅並且普遍指出，美國、日本、韓國等全球成熟的資本市場無實施長期處置的制度，即賣國際主流的降溫機制大多採用盤中暫時的熔斷機制，毋是台灣實施長幾十天的分盤交易，發出對接國際採用盤中的熔斷機制。不論過於多頭或過於空頭，在處置上的一個不便，其實會造成股民的損失，也會造成投資大眾的恐慌。好跟不好，就是針對這個股民的觀念的成不成熟也有關係啊。可能我們的民情跟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這個民情也不見得是一樣。台灣股市甲各國交易制度相比，台股的上市櫃單機逐工起落10%就會啟動起落停板，啊若新規股市甲前一天成交的平均價小差50%以上，當日就暫停交易。美國標普500落7%停盤15分鐘，落13%閣停15分鐘，落20%當日就直接休市。單機甲 ETF 5分鐘內起落10%，暫停交易5到10分鐘。韓國主要股市甲科技股的市場單日落8%、15%、20%就會分級啟動熔斷。日本是現貨市場無整體停盤機制，熔斷主要佇咧機會閣有選擇權。對立委提出改革的建議，律師解說台股市場的起落限制，法院是根據證券交易法，若要修改，就要先由證交所閣有櫃買中心實際修改內部的營業規則，閣有配套交易系統。修改了後，規章報請相關的主管機關金管會核定同意了後，才會當公告實施。要安怎佇咧自由交易閣有風險的管理之間取平衡，閣會等主管機關進一步評估。